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网络。最近有一支的影片，是中国的军人咧带大量的尸体，讲这人拢是为着新冠病毒去互中国秘密来清杀。事实上，这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影片。而这个疫情敏感的时刻，乱创这个影片，生话造谣言来制造社会惊惶，实在是真恶质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阿明哥挂嘴暗，牙拖车赤土咧吞，下骹是一叠一叠长形塑胶袋啊。最近社群平台流传这段影片，标题写讲中国咧带大批尸体，佮写讲这是机密影片啊，到底是为了避死亡，还是中国伫进行秘密处决，引起大家伫猜测。华视新闻进行查核甲对比。 若是要带为着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的尸体，这阿兵哥拢无防护装备，恐惊真危险。影片下骹有袂少网友伫怀疑讲，这个影片是假的。有一个姓王的网友讲，这是12年前汶川大地震的影片。到底这个影片从何而来？我们带您深入华视的多媒体中心，这里有历年的新闻片段可以进行比对。 你看这个画面，其实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资料画面。我们在我们华视的片库里面啊，只要输入汶川地震，就可以找得到这样的影片。经过查证，其实这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应秀镇为了处理无名的尸体，阿兵哥挖空带这尸体，也烧火避免污染。在疫情期间，有心人士利用汶川地震的影片制造恐慌，提醒乡亲千万唔通乌白乱传，以免犯法。